袁大人，您在这里慢慢试，我出去候着。这么香。你笑什么笑？你眼睛都笑没了。袁大人，还是我帮您吧。来，天幕道长，不知这次出去何时回来？办完事情就回。那回来可要在我这儿好好坐坐。我的妈呀！顺眼，太顺眼了，以后你就这么穿。师傅，你看看他，这要是再擦点胭脂水粉什么的，是不是就没谁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好看呢。好，公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多谢。这就走啊？真好看。不是让你找件最难看的吗？这已经是最难看的了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因为云香容啊？没想到她那么漂亮。那又怎么了？天幕道长最讨厌她了。讨厌？他们俩水火不容，一见面就掐。昨天小蘑菇还跟我说了，天幕道长又捉弄她了。可我看刚才天幕道长的眼神儿，好像特喜欢她。公主，是您多心了吧？喂，干嘛还不走？好，小兔崽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这个狗奴才，老子今天想吃点狗肉，你连个狗你都抓不住你！住手！没事吧？这小狗好可爱啊！大娘，你觉得它可爱？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早就想养一条这样的小狗了。那，您替我收养它吧。好。来，大娘，这有锭银子，你替我好好照顾它。这么客气啊？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养着。谢谢啊，姑娘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了啊！哎呦，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狗，多可爱呀！走啊！大哥，他走了，大哥。
请问两位喝点什么？不喝。不喝，不喝您可别来。改天再喝。约在几时7月初1吧。两位可有人介绍？是徐公公和陶公公介绍我们来的。好，两位稍等。绑上。干嘛？站起来吧。来吧，开始转墨吧。停！跟我走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这里有宫里上等的玉佩，管事的人麻烦出来一下吧。这可是块上等的宫廷玉。谁呀？当什么呀？我们要当一块上等的宫廷玉佩。宫玉呀，我看看。这玉的品相不错，属于上乘，但这不是宫中之玉啊。不能吧？这确实是宫中之物，而且是一个妃子身上的，是她最喜欢的一件事物。拿走吧，这不是宫中之玉，你换一家，他们会给你当的。我不信你，这怎么就不是宫廷玉了？老板，你不会是想压低价钱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做这行之所以做到现在，我要不是守规矩，能做到现在吗？哼，我不信。同样是宫里出来的物品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，走吧。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啊？干脆这样吧，你再换一个人过来，我信不过你。你这小子，我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宫玉。你看看我这块玉，匪中带穗，穗中带匪，这才是真正的宫玉，这叫官玉，懂不？说的就是你，贱人赃俱获，束手就擒吧！哈哈，锦衣卫呀，哈哈哈。不是说好不动手吗？道歉就免了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哼！喂，有没有人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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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下三滥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！别做无谓的反抗了。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把我们变出去！
眼下这4处都是密封的，用法术也没用。所以我们就在这等死吗？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。天天就知道喝酒，没别的事干了。哇，这都可以啊！臭道士，我们不会困在这吧？喂，臭道士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听不懂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哼，亏你还说得着。与妖道共困于鬼市，是你图下落不明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云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就过来看看你啊。公主那边没事儿吗？没事儿。那你坐吧。小蘑菇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好像闷闷不乐的？有吗？怎么没有？明明就有。你看，你看你自己把被子弄的。我没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告诉我，我给你打抱不平。真没事儿，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快说，烦死我了。就是那个老糊涂。他把我害的，你说？好笑吗？真的很好笑吗？不是，连你也嘲笑我是不是？没有。你看这样，小蘑菇，
我帮你想个办法，一起好好惩罚一下这个老糊涂，好不好？快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！哎，快，大快，快！干什么呢？嘿嘿，你们两个小家伙，居然要偷我的酒！不是，其实我们是个刚才我们干嘛来了？我们要跟你拼酒呢。什么？拼酒？行，拼就拼！哎，你们两个小家伙，快来！来了！哎呀，来，就你就去吧。快来！来，坐这。哎，快坐下。你坐下。倒上。小蘑菇，没看出来啊？你们两个小家伙还是个酒虫。其实我们不能。这不是吗？平时在宫里管得严，也不让喝。这不来找前辈你借点酒喝吗？好眼力，有眼光。现在整个宫中啊，就你最识货。对，喝酒，喝酒，来，喝酒。来，喝酒，必须喝这酒，来喝。哎，前辈呀，你看，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，菜还少，要不然我们给你变个戏法吧？好啊，是不是？我最爱看戏法了。那要先把眼睛蒙上，这个戏法才好玩。行吗？好。那得罪了啊，前辈。没关系。来。好。哎呀，前辈呀，这个人生难得须尽欢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酒是粮食精啊，越喝越年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戏法一定要把眼睛蒙上。好。哎呀，好。我忘了。怎么了？算了，哎呀，怪我了。这个戏法我给忘了。那你还变啥呀？不记着了这个。哎呀，我这脑袋不变也忘了，也没什么意思。喝酒吧。好，喝酒。这你啊，接着喝。哎。来，前辈敬您杯。妈，我来。您来。来，给你倒上。喝起来。喝。哎，来，倒上，喝，哎，喝呀，前辈，怎么了？我就不喝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想问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，你说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哎，小蘑菇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小蘑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了呀？我还好。我以为我要拉死在这儿呢，我。怎么你会拉肚子的呀？
谁知道啊？干拉的不是老糊涂吗？你说，我也纳闷了，他怎么就……哎，你又怎么了呀？又来了！先坐会儿吧。云儿，你是不是把杯子拿错了？我真没有，那就是老糊涂的杯子，而且我眼看着他喝进去的。我拉一天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去陶公那儿拿点药。也不早了，云儿，你要是再回去晚了，公主又骂你了。那我扶你回去吧。算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天黑路滑，功力复杂，快走吧。哦。那要不我就先回去了。走吧。走啦。走吧。小老头。哦，干嘛去了？俩老头。三老头，干嘛呢？哎呦！哦！成色不错嘛，也算个宝贝。掌柜的，那几个人怎么处置？着什么急呀？关他一宿再说。好。云姑娘，有点冷啊。不用你管。云姑娘，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救那条狗？我说你有时间在这儿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不如想想我们怎么出去。我自有办法，你就放心吧。你有办法？嗯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
你先告诉我，方才为什么要救那条狗？自幼呢，我就在严寒的地方受训练。站稳了！从来我也不觉得我比那些男孩子差。能不能站稳？能不能？事实上，我也确实比他们强啊。不疼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疼是不是？你想象不到那种军训是多么惨痛的经验。那个时候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收养的那条小狗，乖乖。云香柔，现在我命令你，立刻马上给我杀掉他！那后来呢？我亲手杀了他。快，动手啊！云姑娘，此事也不必太过伤心。我说完了，到你了，我们怎么出去？哼，等时辰到了，自然会有人请我们出去。什么时辰？时辰，就是时辰。这是我们洪三爷。见过洪三爷。就是你们2个人在我地盘闹事儿。我是宫中的锦衣卫。洪三爷，我们2人误闯贵室，并无意造成事端，还请三爷见谅。我不管你是宫中什么人，到了我的地盘，就按照我的规矩来。这个自然。这就是你说的高人。是啊。我看也不怎么高嘛。三爷不妨试一下。小道，不打诳语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若是敢骗我，有你好看。请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正办丧事呢。我瞎呀！我是问你为什么到这儿。待会儿便知。这么走了呀！这什么呀？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啊？不灵，灵不灵啊？骗人的吧？这能不能行？怎么回事？骗人的吧？快点的！肯定是骗子！干嘛呢？这哎呀！夫人，你活了！活了，真活了！可谁知道啊？说不清，可真活了！现眼下就差1步了。还差1步啊？嗯，打耳光啊！这是我来还是你来？还是我来吧。你看，这得重一点。哟，真打呀！噎死我了！这
是。活了！好你个红三，你敢打我是吧？过来！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宝贝，你敢打我？我打死你！我跪下！哎呦！红三啊你！三爷，够大的呀！啊！起来呀！起来呀，三爷！看我收拾你！让你打！你们赶紧给我滚！快走！走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让你打！赶紧让客人进客房休息。二位，我们请。谁敢打你都敢打，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宝贝儿，哎呀，让几位见笑了。洪三爷，请坐。三爷请坐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呐，就是麻烦，得哄，不哄的话就容易出乱子。只要洪三爷处置得当就好。得当，当然得当。我是谁嘛？我这一回啊，我这老婆要是真死了，就真出大乱子了。幸亏兄弟你妙手回春呐，你是我洪三的大恩人。来，哎呀，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洪三爷，我等可不是为了钱财而来的。哎呀，我洪三生平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事儿直说，只要我72债有的，绝对包你满意。好，既然洪三爷如此爽快，我们想要一张图。什么图啊？仕女图。仕女图，就是前天夜里从宫廷里流传出的那一幅，那就是仕女图。我想想，哎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去拿过来。是。哎，小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老婆她是假死啊？呵呵。天机不可泄露啊！不泄。哎，我就认小兄弟这个朋友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多谢洪三爷，以后我们就兄弟相称，可好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三爷，给你图。哎，兄弟，你看可是这幅？就是此图，多谢洪三爷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不留下吃个饭吗？饭就不吃了，我们还得着急回宫复命去呢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宋哥，是，告辞。请二位。你也累了，可以去了。什么鬼？喂，喂，站住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洪三爷家在办丧事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老婆是假死？最重要的，你怎么知道有人会来地牢见我们？说这么多，就是想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呗。那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掌柜是假的。你帮我跟他解释一下吧。遵命。道长地牢入定神游，将甄掌柜捉住，然后由我替代他。
都跪下！跪呀！跪下来！快快快，哭！哎，对，哭！哎，你来了！哎，哭！快哭！哎呀，哭！哭啊！三爷在这看着呢，你哪哭？哪哭？学着点，怎么就？三爷来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是说他们能起死回生？是啊。他们人在哪儿？在地牢呢。昨天晚上在鬼市闹事的就是他们。闹事的？你怎么能确定他们是高人？我查过他们的底细，此二人确实有此本事。行，会回去。好。于是，我将洪三爷带到地牢中，剩下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。等时辰到了，自然会有人请我们出去。这是我们洪三爷。哦，原来你说有人一定会来地牢见我们，就是他。那现在那个甄掌柜呢？应该还在睡着吧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掌柜的，走，跟我去审昨天抓的那2个家伙。那俩家伙不是昨天已经放了吗？谁放的？洪三爷呀！你忘了？还是您带着洪三爷去见的他们。他们还把嫂子给救活了。啊？还有这事儿？小蘑菇，看什么？没看什么呀？你就是个憋不住事儿的人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我还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就是吧，昨天晚上拉肚子了，拉了很久，很久。吃坏肚子了？那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？哎，别，也不是这么个事儿。就是昨天晚上吧，我一直拉到了晚上。我就看见有李公公，还有老糊涂，还有你们仨进了小黑屋。这件事儿，除了你，还有谁看见？昨天这事儿，你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，包括天目道长。如果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，你我都会带来杀身之祸，懂吗？小蘑菇，哎，好小子，嘿嘿，想往哪儿跑？没跑。上次用妖怪吓我们是吧？这次看我们怎么整你。不是，上任有意外吗？吃什么呢？给我。你要吃啊？对，给我。给你啊！别跑！站住！你们别追我了！别跑了，小蘑菇！大胆小蘑菇，还不下跪！皇后娘娘恕罪！皇后娘娘恕罪！哼，我当是谁呢？
原来是天目童身边的小太监，这主子不识好歹，这下人也跟着以下乱上了。奴才不敢，皇后娘娘，我这是后面2个太监追我，奴才情非得已的。住嘴！还敢顶嘴？按宫中律法，冲撞皇后该怎么处置啊？回皇后，轻则50大板，重则押入天牢。那还等什么呢？是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对不起。且慢。微臣参见皇后。于大人怎么在这儿？刚巧路过，我听到声音便过来看看。敢问皇后，这位小太监所犯何事？他冒冒失失冲撞了皇后，惊扰了凤体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就请皇后看在微臣的薄面上，饶了他吧。哼，本宫惩罚下人，于大人，这事儿你也要管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见这个小太监本是出于无心，并且已有认错悔改之意。还望皇后宽宏大量，以仁德之心对待下人，他们才会感恩戴德，誓死效忠啊！哼，于大人是在教本宫怎么为人处事是吗？臣更是不敢。臣以为，日后母仪天下的可是皇后你呀。哼，既然于大人为你求情，本宫就暂且不追究。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哼！哼！谢谢于大人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刚才去天目道长处，发现房门紧闭。你知道道长他去哪儿了吗？我师傅出宫了。出宫？啊，他查到那个仕女图，说流传宫外了，去叫什么鬼市的地方，他去调查去了。有线索就好啊。等他回来，我再来找他吧。行，等他回来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小蘑菇，你师傅这个人守正辟邪，有胆有识。你跟着他可得好好学学呀。我会的。抱歉。没事。上点药吧。
啊，不用了，就是点小伤。我看你的伤口，伤得挺深的。没关系，我扛得住。给我，你给我踢会儿。你不会？我会。可难了这个。云儿，我这次出宫之事，你都收拾好了没有？都收拾好了，公主你就放心吧，我在你被子底下塞了可多东西了，他们都以为你在睡觉呢，所以呢，他们肯定不敢进去的。哎，腿长劲儿好啊！你给我数着。这个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你们别玩了。怎么了？天目道长都出去这么久了，还没回来，难道你们就不担心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师父法力高强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玩会儿。来，你就知道你师父法力高强，难道你没听他说，他这次出去是有危险的吗？哎呀，公主，宫外那么大，来回都需要时间的，说不定他在回来的路上了呢。你就放心吧。但愿如此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药膏，你再多涂几次，伤口应该恢复得很快。我先走了。小蘑菇，哎，怎么样？师父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乐平公主也在。乐平公主担心你一晚上，一大早上就来这儿等你了。多谢公主挂念，小道福大命大。天目道长严重了。其实我主要是想来看图的。对，师傅，那个图找到了吗？鱼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只要师傅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天目道长本事大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啊。你别说啊，真挺好看的哈。公主殿下，这图可有什么异样？好像是有点不对啊。此话怎讲？这仕女图，我小的时候跟父皇一起在南书房见过。虽然这一幅跟我小时候见过的画面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很不同。哪儿不同？味道。味道。我父皇跟我说过，这幅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涂有麝香，百年不散。没味儿啊？那公主的意思是说，这幅图是假的？恐怕是的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，师傅？小蘑菇，最近老糊涂那边可有什么状况？你别提老糊涂，他害我掉进臭水沟，害我吃西药拉肚子。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？你看他表面哈哈的，心里边全是心眼。我跟你说，他坏着呢。我们云大人穿女装还是蛮好看的呢。公主，图拿到手了吗？在天目童那里。你怎么不趁机夺图？我本来也想，但是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。你受伤了？是。你是怎么伤的？我跟天目童，
我跟那个臭道士出宫找回了仕女图，在回宫的路上遇到了3个特别诡异的黑衣人，他们身手敏捷，擅长引术，根本摸不清他们的套路，所以交手之际，不慎就受伤了。怎么个诡异法？这一群人使用的是东瀛忍术。东瀛忍术？哼，都是些跳梁小丑，我猜应该是六王请来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你先不用管，只需要盯紧天目通，要在图交到太后之前，先拿到图。明白。出来吧。哼，有的时候真搞不懂你们这帮东瀛忍者，在本王面前还需要如此神出鬼没吗？六王有所不知，作为一名专业的忍者，就是要不走寻常路。废话真多，说吧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天目童手里那幅图是假图。假图？如果他手里的是假图的话，真图应该还在那个人手上。哼，这老狐狸居然来了一招先发制人，把本王耍得团团转。那我们现在立刻给本王找出那个人。嗨！云大人又变回来了。我是来还药的。你先留着用吧。你是在咒我多受点伤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留着它有备无患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。谢谢啊。仕女图呢？这回宫一路匆忙，我还没来得及看呢。你不用看了。不用看了，因为那仕女图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乐平公主说的呀，她说见过真的仕女图，真的图上应该有麝香之类的味道。你也给乐平公主看过了？我一回来就看见她已经等了我很久了。哦，那就是那个范公公跟徐公公在骗我们了。哎呦，摔着了我！哎呀，说，仕女图在哪儿？不是在鬼市吗？哼，鬼市。鬼市那张图是假的。假的？小的不知道啊，大人，真的不知道。我们拿到的就是那幅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人，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骗云大人您呢。哎，要不是鬼市的那个掌柜的骗了你们？不可能，那掌柜的他是不可能骗我们的。看来只能严审才能得到答案了。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人。
我觉得他们确实不知道那幅仕女图是假的。怎么会？因为他们不敢得罪洪三爷。你想，洪三爷是什么人？气势二寨不容小视。应该没事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问吧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！这肉钩子勾鼻子是什么？我相信你们。道长，你又来了。我们这次是真的没有说谎。这次我真的相信你们。不过我有个问题。道长，请问，这仕女图这么重要一个物件，平日里它都放在南书房什么位置？有没有专人管制？仕女图一直放在暗格中，南书房的一切全部归李公公负责，我们只是个守门而已。对，李公公这人吧特别纤细，就拿南书房的那些桌子、椅子、板凳移动多少他都知道。后来皇上出征走了，他也就不管了。这事儿按理说吧，要是搁以前，我们在南书房拿着那些东西，他一准儿知道。现在我们只是捡个空子而已。二位大人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哼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这案子结了，来告诉李公公一声，这个图找到了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二位大人办案必是手到擒来呀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。云指挥，您随便问。根据值班的2个小太监说，这图被盗的当晚，还有另外2拨人在抢这个图。现在这另外2拨人是谁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不过就想知道，这图为什么这么重要，连太后都那么紧张。那很可能是因为图的内容吧。图的内容？是啊，那图上所画的女子，可是已经仙逝的李妃，她生前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。那这跟盗图的人有什么关系？至于这个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而且这仕女图丢的时间也有点蹊跷。你说这上个案子刚结，这个案子紧接着又来了。至于这个嘛，小的我每天都待在南书房，为皇帝打理着字画宝物的，的确不清楚宫里的案子。只是偶尔的听别人闲言碎语的说过。李公公，你说这仕女图，这么多人注意到它，这仕女图，难道是藏宝图吗？没听说过。现在我大明要是真有了藏宝图，那可就太好了。现在我大明啊，正与瓦剌交战。若有宝藏相助啊，必能富国强兵，一举灭了瓦剌。那李公公，您可知道，这皇上对这仕女图重视程度如何？道长，图上所画女子可是李妃，您觉得？哎，我说你整天唉声叹气的干什么？算什么男人？云指挥，我说就这样吧。李公公他也不是外人，咱们就把事情给他说了呗。哎，天不同你。李公公他怎么说也是南书房的管事。那实不相瞒，李公公，我们取回来的那幅仕女图是假的。假的？对呀，我们取回来才知道那幅图是假的，所以才来问问您有什么线索。这个恐怕要让二位失望了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还真得从头再来了。好了，李公公，那我们就先行告辞了。您但凡有一点仕女图的消息，
就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的，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二位大人。哎，你觉得这事儿跟李公公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？刚才他所有的反应，还有所说的话，全都是恰到好处。这南书房的人读过书，脑子反应快很正常。不对，他的反应全是正确的，只是感情不对。这感情也有对错？他对我的每句试探，全都做出了正确的反应，但是我始终感觉不到他的喜怒、恐惧。所以说，感觉就像是彩排好了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一没证据，二没线索，眼下只能先把他监视起来，伺机而动了。师傅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师傅，云姑娘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你放心。怎么了，小蘑菇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云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我想关心一下我师傅。你关心你师傅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跟着他去。不是这两天你俩不在一起吗？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有没有那个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啊。我就觉得你俩不对劲儿。你平时都和我师傅犟嘴，今天对我师傅特别好。我师傅那么单纯的一个人，恐怕是中了你什么奸计了。作为他徒弟的我，一定要替他担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耍什么花招。我管你什么徒弟不徒弟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太监。不是，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也是有尊严的。你好，你看看你，男人头。你说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滚！滚就滚！我滚！你说，这李公公这么晚不睡觉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管呢？这上面让咱们盯着，咱们盯着就行了。咱们这不是一直都在盯着吗？这也没什么动静。哎，这苦差事怎么让咱给赶上？又去，真是懒驴上磨石尿。
你们什么人？来人呐！